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邱一发。今日我来带大家来认识站边。今日两门课程，我来认识站边一位诗人。首先我来收集站边的诗作风格同特色。站边本名曾一川，苗栗县人，1921年在大兰庄出世，家公曾留笔做过大兰的庄长，相当近下的乡镇长；家爸曾德林做过保镇，相当近下的村长。部下有良好的生活、特殊的环境。大兰共学校毕业以后，考入台中一中。毕业後，考入日本東京明治藥專，24歲藥師級級，25歲同喜來香結婚，擁有4男2女。站邊對中學時代就喜歡愛好詩歌，詞作和歌、俳記、質疑形詩。高中時節，詞作和歌被語文老師賞識。寫俳記實得過獎。日本留學時節，提出新詩5月，被日本詩人缺口大學列作推薦作品，發表在詩誌那草上。28歲嗰年參加園林會，詩作品發表在《潮流》雜誌上。34歲擔任大蘭中學理化科嘅先生。前後25年退休，44歲時同吳彥圖、陳千武、林亨泰、金蓮、羅浪、林宗元、拍鐵、周天儀、涂國清等人發起歷史社，並發行歷史刊。站邊出現過嘅詩集有《綠血球》1965年、《盛宴室》1986年、同詩集《太陽》、蝴蝶花1981年，站邊詩文集變1993，還有站邊詩選集1993等多本。61歲在大蘭國中教師退休，退休後留布養世界旅行，26個國家，還學習水墨畫七家娛樂七家。站邊相信寫詩最重要嘅係要磨練養成一粒詩心，要本詩心發揮誠實、高雅、善良、和諧、美感嘅光芒出來。有詩心才係真正嘅詩人，才會寫出好詩。另外，正因為我善忘用淺易明了嘅語言寫出詩來，詩語言要淺白，本愛讀詩嘅人可能是真好。